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面对年底选战，各候选人拢有无同的策略。其中市长候选人高书博向我提出上新一批的文宣，用影片来争取认同。这个影片特别邀请国片《国士无双》的导演来亲自制作。影片以朴实的气氛，强调要带市民找回讲是非、过传统、过重家庭的台南。咱社会一寡真可贵的观念消失无见，比如讲准时做到。选战只剩80多天，各组的参选人纷纷推出不同款的竞选政策。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30号来推出着上届新的选战文宣影片，影片以着朴实氛围，传达出台南人讲是非、顾传统、重家庭的价值观。最重要的诉求就是透露出我们台南那种有文化传统、顾传统，这个讲是非、重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呢，它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属于比较这个朴实的一种风格或朴实的一种色彩那所以大家看一下就知道说，他觉得这个还透露出我们台南人的味道。那他也这个能够忠实的传达我们这次选举的这种诉求，就是它事实上是一种这个希望能够回归保护传统的一种诉求。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是一个比较朴实的方式来呈现的。这个选战的文宣影片是由国片《国士无双》的导演史丕博亲自设计摄影，也让人看到高书博对台南的真感情。我觉得那个导演其实他是我太太的学生啦那他以前我在选立法委员的时候我的 CF 也几乎都是他拍的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搞电影的他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国士无双那是台湾第一部拍那个黑道片我觉得他的电影风格其实向来我们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的CF 也都由他来操刀啦但是他的 CF 有时候比较跳痛其实跟我本人的个性并不那么像那所以主要是因为大家合作久了，然后他蛮了解我的那我太太也很相信他这个学生的功力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帮忙。当然他也算给我们的都是那种师生价啦所以算是这个对我们非常大力帮忙的一位新台南起义的影片推出，导演史丕博嘛发表着记录的感想，伊来表示高书博是非常特别的候选人，伊的条件伫一般人身上拢真罕见，但伊煞想要往政坛来发展，就是安尼从传统又搁单纯的中正理由，才会吸引更侪理想的青年要来做伙翻转台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8月23水灾严重打击南台湾，虽然现在风雨拄过去，不过灾后重建的工作才要开始。提出黄伟铁竞选总部以及议会民进党团31号召开记者会，向市府呼吁对灾民的补助要放宽、要简化流程，并且尽速来办理。8月23号大雨造成台南侪行政区淹水，也予真侪市民的家园泡伫水内。对此，黄伟铁竞选总部以及议会民进党团召开着记者会，呼吁市府对着受灾户核算的灾害补助，袂当只依照规定饮水准50公分的标准来界定，嘛要对着饮水无到50公分的灾害户进行补助，共同呼吁着市府爱中宽的标准、中简单的流程，加速来处理，来帮助市民的重建。我们希望，市府应从宽认定，对于这个补助的标准应酌予放宽，特别是在20公分到50公分的范围的淹水户，应该分期处理，酌予补助，比照88风灾的一个标准，来进行处理。
长期2个礼拜沉浸在大雨当中，是否有路基掏空或是路面破损的情形，请尽速的去做一个整修。那第3点就是因为现在是登革热的旺期，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清理这个家园以防这个登革热的疫情的蔓延。善后救灾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放宽这样的一个规定，尤其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么多灾民，他们整个家园都没有了那所以在我们的能力许可，我们应该全力的加以帮忙民众的厝淹水，政府就有责任啦人讲的政府爱视民如亲，所以我认同讲头我讲的，这个淹水的经营由里长来做一个鉴定啦而且爱分期来做一个补贴咱嘛认同，咱嘛支持讲爱从宽、从速、从简另外，黄伟哲竞选团队嘛表示，后礼拜黄伟哲总部会针对5大治水区域进行实地勘查，提出治水政策观点，要来强化着台南的治水办法。同时，对着水灾造成的路面毁损、路基掏空，也要求市府爱全面来检查。同时，也呼吁着市府爱有防天狗的疫情的产生，甲人民做伙渡过难关。单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要如何提升台南的经济？目前每一位市长候选人拢无同的看法。其中柯中信认为，过去咱台湾拢看重对美国、甲日本，甚至对东南亚的贸易，却真少甲欧洲国家交陪。所以认为要改善台南的经济，上介重要就是要先规划德语的工业区。接下来5天的时间，要到欧洲、甲德国的中小企业家以及学者开会。台南市长候选人柯中信伫咧出发进前特别召开记者会，伊强调要改善台南的经济，就要发挥台南地理位置以及劳工高效率等等的优势，甲德国的中小企业家合作。所以柯中信表示，伊若是当选，就会来规划并积极来发展着德语的工业区。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4国的经济即马足好，因出口足侪来东亚，即马因足希望会当伫东亚找一个国家。互因的中小企业投资，但是因唔敢入去中国，因为中国无尊重因的智慧财产权，所以讲我今仔日要飞欧洲参加一个台商所主办的台欧的经济论坛，我会当接触到这德国的学者、德国的欧洲的这个企业家甲伊讨论到咱要哪用欧洲人的经济力来这改善咱台南的经济。是一名经济贸易的专家，同时也非常熟悉德语甲英语的柯中信表示，未来要用德语工业区来大大改善着台南的经济环境，伊就是上介好的人选。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议员创基伫年内最后一摆市政总咨询，除了详细说明伊对市民的服务，另外嘛为原住民文化会馆到底当时当宣告完因空公所甲市府探讨。议员蔡玉基表示，安平的扎哈姆原住民会馆，因为当初是由废弃的幼儿园改建，不但建筑物无理想，而且佫需要争取真大的经费来维护。加上前市长赖院长嘛曾经承诺，要将永康区公所改为原住民的文化会馆，但前提就是要等待炮后迁移，将永康的行政中心刷到炮后以后。对此，议员嘛关心整个迁移的时间。到底需要多久？现在有这个永康区公所要迁移，然后市长当时答应要把永康区公所拨给我们原住民，作为原住民的永久的这个会馆也是做不管是展演或者是这个展示，或者是这个会议和这个我们民委会的办公。这个地点所以我们一直在期待，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搬进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这个大会馆评估起来大概整个工程因为要先炮校要先迁过去，那永康公所要再迁过来，我们评估整个还要包括炮校的那个重化所以预估是113年。另外，在健康照护方面，议员蔡玉基嘛关心原住民装假喙齿的议题。
虽然按照生活剩落来寿命，原住民只要满55岁就应该来装，但嘛是有限制，只剩3起才有补助。议员希望条件会用来放宽，不过卫生局长回应，还是要尊重齿科医师的专业建议。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同款是林内最后一摆质询的议员詹顺良，上午难得看伊清洗总加市府交换意见。伊表示，参与政治17年来，看到东区人口不断流失，相当痛心。加上各种难民，甲原来拍算伫东区小巨蛋等建设拢跳票，认为执政者爱负上大责任。市议员詹顺良表示，自伊参政17年来，原本东区一直是真优质。不过，对县市合并以来，东区的人口煞一直流失。一方面因为地价悬，少年朋友愈来愈买袂起厝；另外，就是因为重大建设，亲像故宫南院或者小巨蛋嘛对咧无去，互议员感觉非常的痛心。伊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是延续性，无应该沦为派系恶斗加选举为考量。阮东区人到底是对一搭，对不起。安偌清楚，我安那想都想无。两项指标性的建设，一项是故宫南院，叫家己太保体不打紧，鸡蛋也敢用都无去，这袂使人怀疑吗？因为市政甲国政是延续的。那像讲你做市长，你歹办顶下的物件，较会使换新的面，市长起来就甲改掉，这不是政党恶斗。派系恶斗，什么叫做派系恶斗？啊，所以这是安那一个东区遮尔优质，恁执政21当，人口不但无增加，佫一直流失，互本色就对了，相当的痛心。我相信，即马因为包括咱平时营区，包括咱迄个这个南台南副都心哈，将来开发后，我相信将来会有很多新的住宅，很多新的优质的这个居住环境。而且咱东区。起码，比如说也增加了巴克里公园、平时的这个中央公园，都是很优质、非常棒的。我讲啊，市长，你讲的我林口应该会陆续的，你唔免解说遐济啦，回流。另外，为吸引少年族群会用的回流，议员詹顺良嘛建议，市府应该加起青年主体或者合宜住宅。对此，市府回应，未来伫个平实营区的开发，预计将有500多户的社会主体，加上南台南副都心的开发。市府有信心，东区的人口一定会搁再回流。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但这行围墙伫前市府林内大规模拆除以后，加上现在校内警卫闹出缺佮无补，副议员曾玉珠真烦恼校园安全。而且目前市府佮要将校园的守护统包予保全公司，议员质疑一间保全无够，应该加强人力的调度，才能确保囡仔安全。这2天是高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不过议员曾玉珠却为了孩童的校园安全来请命。议员表示，伫孩童第一道保命符围墙被拆除以后，第2道警卫守护却遇缺不补。加上原本的替代夜篮，嘛有可能伫个108年来取消，因此市府有意要统包予外面的保全公司。不过议员却认为，统包予一间公司并无够，应该要加强人力的调度。所以家长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大家人心惶惶，他们很担心，因讲未来台南市政府技工工友可能也遇缺不补了，结果你即马把未来要守护。学校这个大门的工课，完全交予一个人，一个警卫先生，要来担任遐尼侪工课，他负荷得了吗？而且本席还听说，有的孩子在上完社团活动以后，他们有时候还在那边等呢，等待家长来带他们回家，因为嘛无马上回去呢。这段时间要怎办？甚至学校伫4点，他就是学校校园就开放了，就是很多人，尤其是针对没有围墙的学校，来去自如啊，你们能控制吗？我们是按照这个采购法的程序，好，然后而且呢，不同的委员所评选出来好的厂商，那我们相信说他的服务的
这个建议书里面他所提到的，让所有的委员都认同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最近开学前，因为在做这个校园的整备工作哈，那我也到各个学校去看哈，那包括西南西北地区学校都告诉我说，这个人力呢对于学校的帮助非常大哈，而且服务的品质也非常的好。你真的是对此，虽然教育局长回应，全市273间的国中小采购案会分作3案，而且一切依照采购法的程序。不过，议员认为，伫个时间上还是会出现放空期，一间学校一名保全，议员认为无够，建议教育局应该加派人员。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并且将地质等相关的资料运用伫市政建设，一直是地政局努力目标。29号上午因正式公布这几天来电子化成果，主任秘书表示，因已经首先和市府各局出来运用，未来嘛将开放给民众甲产业界。过去各项的地理相关资料，因为各局处使用的规格无同，造成跨局处整合上出现问题。对此，地政局为了解决，同时加速地理资讯的电子化进度，伫105年开始推动地理资讯称读平台建立计划。经过这几天来努力，迈伫今年设立网站，提供正式影像、卫星相片、甲地质图等相关资料。仓储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把各项图资规划它的存放方式，还有它资料标准化，这样子可以提供各单位直接借接我们的图资系统直接可以使用我们地政局所有开发的一些图资，就包括一些那个地籍图，还有震慑影像图、卫星影像图，还有那些地形图，以及我们的那个地价区段图，而且我们还有把那个借接了一个全国的一个位置的定位服务所以说你只要以后有借接到我们的那个仓储系统，可以直接使用我们仓储系统所有里面的地籍资料，你就不用需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维护了。这样子的话，可以达到我们那个资料一个流通资料一个流通，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资源共享的一个目标。事实上我们明年我们还有继续编经费。我们未来我们的仓储系统会持续的每一年会更新我们民列的图资，然后我们除了会提供各项个外界的一个借接服务之外，我们未来还可以用这些图资的话，我们开发更多的一些电子图台可以提供未来不管是公务机关还有各位市民朋友更便利的一个图资的一个应用服务。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提供市府各局处来使用，未来嘛将开放给民间来使用。未来有需要，民众买当先到网络上使用开放的资料。如果有进一步需要，就要申请小盒，才当开放更加侪相关资讯。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位瑜伽老师因为看到南区乐汉之家囡仔长期姿势不良，严重造成两骨切弯，所以日前到嚟志刚，每礼拜拢替这群囡仔来上课，调整因的姿势。另外，伫建平里长的看线，嘛有一爱心人士捐赠瑜伽所需要物资，场面闹热温馨。
瑜伽老师王千雅看到乐汉之家的细汉儿因为身心障碍的问题，无注意到家己的身体状况，低数腰脊骨侧弯等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伊嘛主动到基金会担任志工，为这个汉儿量身打造瑜伽课程，希望帮助这个汉儿改善身体状况。瑜伽这类温和的体适能活动对他们来说非常适合哦，有别于我们正常人可能会做那种比较像打球啊、田径啊、跑步那一类，他们可能没办法，心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没办法负荷那种高强度运动哦，所以瑜伽相对在那个体力上面，是他们可以负荷得了，而且另一个层面是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而且瑜伽它搭配一些音乐是蛮帮助，对他们放松这块是蛮有帮助的。也因为上课所需要的器材佫有欠，所以伫建平医疗傅建峰的看线之下，这位胡志玉先生嘛主动捐赠20粒的瑜伽球，并伫27号下午送到学会。我是经过那个建平里里长那个傅建峰推荐推荐那个王千雅小姐在这基金会要教那个喜憨儿瑜伽那个刚好他们有缺一些那个瑜伽的那个球我乐意的来帮忙他们一小小意思代表我的心意，给那个喜憨儿他们有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乐福基金会主要以关怀偏乡的学童为主，其中所负责的乐汉之家是以收容喜憨儿为主。现在乐汉之家总共有60位的喜憨儿，胡先生嘛是希望透过这届的捐赠，让社会上更较侪人共同关心弱势。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于中西区原台南警察署是咱的市电古迹，7年前伫市府的规划纳入澹市美术馆范围，成为一馆，正积极的改建。预计伫10月中旬试营运。目前已经修复完成的部分，下面调镜头，先带大家来看卖。台南美术馆伫咧台南市政府争取到中央的经费以后，就开始积极筹备，包括台南美术馆1馆的改建，甲2馆的新建工程。其中1馆的部分，为着要打造一个优雅的艺文展示空间，同时也要保留着市电古迹原台南警察署的风貌。伫咧施工过程，会当讲用了非常侪心思。目前大部分的区域拢已经修复完成，只剩后边新的展览区域也搁咧打造。这座台南人期待真久的台南美术馆1馆，将要伫咧10月中试营运，甲大家见面。我们现在所在地的地方是1931年梅园舍次郎所设计的旧台南警察局了。那么这个地方呢，目前我们的1楼以后都会是免费开放给各位参观。那么2楼以上呢，我们就会是正式的展场。那这一个警察署呢，我们根据旧的工法，保留既有的一些珍贵的一些历史记忆之外，赋予它最新的展示的空间。那么在后面我们又盖了一栋所谓的新栋1馆的新栋。那么1馆的新栋是地下1层，地上3层，1楼跟2楼是最新的国际性的展示空间，高度都是5.5米，那么都是100平的空间，其实是完全国际级的这个展示场域。3楼是典藏库房跟修复室，所以我们目前按定计划的整个1馆的试营运会在10月中旬。未来这栋台南美术馆1馆虽然建筑本体是古迹，但馆长表示会好好利用宽阔的展览空间，不只展出传统或者是古典的艺术作品，也会展出一寡印象派甚至是抽象的作品。因也期待这款老建筑物甲新艺术的冲突表现，会当带来更加丰富的艺术향艳。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尾声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现在是这风有时乌阴，北将准好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31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